来乡亲啊，这个云林水南乡的尖山卡社区向水土局来申请收路财的计划。这个居民碰出着一船搁一船，家己记忆当中的收路财，会当感受到水南在地人情。 水南乡尖山卡社区的岛种收路菜计划，伫即天正式举行，变作一道丰富的岛种收路菜。这是我们农业时代的时候哈，像我这个年代哈的人哈，应该每个人哈都有的回忆。现在我会怀念在有一届，我若无爽快，若较发烧的时阵吼，妈妈就特别吼去煮吼豆签菜瓜烧烧啊，熬我食。 所以我都感谢我的妈妈。当菜背后，拢有一段感动的回忆。好食的料理加上属于尖山卡的故事，好菜食起来特别有人情味。咱甲咱心目中上难忘的一道菜，拢甲讲出来啊！咱今仔日就是甲咱讲出来迄道菜，甲煮出来。有够水岛种手路菜，食起来真赞，而且有人情味。期待未来规划完成了后，会当互偌侪人做回来体验这个好滋味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